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8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新闻大事台，头先就来报您知。美国国务院处 King Crutch 今日拜会蔡英文，加速真相。不过，中国不满访台湾的行为，透早随派出18架军机飞过海峡中线示威。苏贞昌今日伫法院针对着美国鸦片进行专案报告，在野党却一再抗议，要求蔡英文来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台湾 Foxtel 台因为长期咧了钱，下晡因也发出声明表示，有打算要停止伫台湾的 Foxtel 台。美国国务院处 King Crutch 访问台湾，今仔早起会见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甲经济部长王美花等人，替未来的台湾经济对话新进行的前期对话。下晡也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甲外交部长吴钊燮，暗时会甲总统蔡英文做伙用餐，可能也会讲到印太区域安全议题，以及着美国众议员所提出的决议案，也就是呼吁台美建交停止已经过时的一种政策。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17到台湾，虽然行政部原先有加台美经济商业对话，不过18早起，克拉克甲商务部助理部长史宜恩，伫所大饭店甲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经济部长王美花、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对台美供应链加经贸议题进行讨论，为未来的经济高阶对话先展开前期对话。这么低调，为什么这么低调？今天会谈什么？会公开吗？谢谢大家。克拉克中昼也甲台湾企业界代表进行午宴，下晡是拜会外交部长吴钊燮甲行政院长苏贞昌，讨论台美双方经贸产业链问题。暗时总统蔡英文伫官舍宴请美国参访团，19时参加前总统李登辉的对此告别礼拜。一向对台湾友好的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是伫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要求国务院修正对台交往限制。亚太首卿史达维是要求支持台湾对抗中国威胁。You have a Undersecretary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Taiwan right now. So I believe what we are doing is definitely in alignment with your interests as well, is to support Taiwan and to make sure that that they have the ability to resist coercion by the Chinese. 伫克拉克访问台湾期间，美国联邦众议员蒂芬尼提出决议案，呼吁美国恢复甲台湾正式邦交关系，并且终结过时的一中政策。决议案也指示美国行政部门支持台湾处理国际组织会员身份，并且签 FTA。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的次卿来访问台湾，也引起中国不满。中国国防部宣布讲，解放军东部战区今开始伫台海附近展开实战化演练，而且批评美国想要用台湾压制中国是讨皮疼的行为。那安尼，伫今仔透早7点开始，就18架中国军机飞过海峡中线亲门大户行为，有影是足挑工的。台海局势紧张，解放军18早起7点，小连续派军机出现伫台湾西南边、西边、北边甲西北边的空域。空军4点钟内用广播驱离24架，这边空军真罕见，用广播化工接近台湾领空。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部空域，高度63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先进入领空，一架飞行点立即按脱离。国防部即时军事动态证实，解放军拢总派2架轰六、4架歼11、4架歼10。另外，阁头一届公布8架歼16扰乱台湾，这会使讲是解放军第2强的战机，捌超过海峡中线。国军用广播驱离，加上防空飞弹追踪监视。外界解读讲，美国派国务院次卿克拉克带团访问台湾，嘛可能一困头卖7项武器给台湾，这拢达到中国的底线。中国国防部宣布，解放军东部战区18会伫外台海实战演练。美国和民进党当局加紧勾连，频繁制造事端。无论是以台制华，还是挟洋自重，这都是痴心妄想，注定是死路一条。任国强批评美国以台制华是咧损毁。面对台湾西部部空域情势紧张，空军全台湾各基地各种战机紧急起飞有甲17架。好几台，对，好几个架次。花莲基地派出2架 F-16战机，挂2个 AIM-120先进中程飞弹，2个响尾蛇飞弹紧急升空。这届拢总有18架中国军机扰乱台湾，正做一天来上侪架的一届。这些军事恫吓的行为已经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也离台湾人民的民意越来越远。它会距离台湾越来越迫近。第二个，它全天候，它白天这么做，晚上它也来袭扰，让你不得安宁，让你疲于奔命，求于应付。这是第二。第三个，它会做飞弹的试射。前空军副司令张恩定警告，中国军机用几啊批、几啊站的方式扰乱台湾，终基本的目的是要让台湾走向无细致发生冲突的局面。
也若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也佫讲，军演是应对目前台海局势必要的措施。毋过，伊无讲演习的时间、具体的所在，也佫有参与的兵力。另外，东部战区官方微博最近小连续发布军演的动态，包括火箭军展开夜间火力突击演练，加上特种的军机进行长航透明飞行的训练，这一定会互台海的局势佫较无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推出个别礼拜19早起会伫真理大学举行，到时阵总统蔡英文也会颁发保养令，也会进行砍国旗的仪式。今下晡也当日进行彩排，而且嚟出席的贵宾有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以及到美国国务院次卿 Crutch， 也有日本前首相慎喜朗也拢会参加。向李前总统登辉效勇，行3鞠躬礼。前总统李登辉推出个别礼拜19早起9点半，要在真理大学大礼拜堂、加淡江中学礼拜堂以及演奏厅分3个会场举行，预计有超过1500人参加，规模盛大。18下晡进行彩排，流程结束时，由国军依照下任元首相关身份发信炮21响。总统蔡英文会在推出个别礼拜中颁发保养令，并且由副总统赖清德率领5院院长进行慰灵加砍国旗仪式。仪领车队会伫淡江中学进行最后巡礼，暂时放在翠山庄，10月7日安葬在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总统府正式前总统陈水扁加马英九、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克、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加40多位驻台使节拢会参加。我相信。很多国家都很感谢，也感念李前总统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那我们也感谢，包括美方、包括日方，特别派了代表团来台湾，向李前总统追思致意。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也在18下晡4点外到台湾，这是伊在8月了后第2摆到台湾悼念李前总统。此行团员包含立法议员昆谈会会长古乌龟斯。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理事长古齐泰明等大约10个人。总统府表示，美国甲日本代表团会独立的路线来出入个别礼拜会场，未接触一般民众，安排拢甲疫情指挥中心远境沟通甲听从指引。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前首相慎喜朗今仔日带团坐专机来访问台湾，明仔载也出席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这也是慎喜朗连续伫咧8月初了后，又搁带团来到台湾，要来吊下着李登辉，而且也是总统蔡英文头一摆伫府内接见日本的吊下团。时间内，再次看到受人敬重的森喜朗前首相，再一次率团来台湾。参加李前总统的追思告别礼拜，我仅向各位台湾的老朋友、好朋友表达最诚挚的感谢。感谢各位在对李前总统跟台湾展现的友谊。これも自由と民主主義、自由経済、このことを大事にしてお国と共通の理念としております。ますます両国の発展。そしてさらに先ほどおっしゃいましたように各方面にわたって進化いたしますように、我々もまた政府一体あるいは我が党も努力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已经83岁日本前首相慎喜朗日前伫厝里跋倒受伤，伊的伤势还未好完全，就赶紧来到台湾，要吊唁着李登辉，而且伊也是受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交代，再度来访问台湾，表达对李登辉的哀悼甲追思。同时，伊也转达着日本新的首相菅义伟对台湾的这个问好的话，也希望讲台日双方的关系会当继续深化、继续发展。立法院伫今仔日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针对着开放美国猪肉、牛肉进行专案报告。不过在野党却是一再抗议，国民党提案要求总统蔡英文就要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苏贞昌也强调讲，开放美国的肉品是关系到台美贸易关系甲总体战略，蔡英文才会做出这个困难的决定。另外也宣布讲，明年若无照规定标示猪肉的产地，就会重罚300万。立法院新会期伫在野党抗议的声音当中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开放有来客多巴胺的美国猪肉、牛肉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
国民党透早架起动员，将大型猪的道具去议场，甚至押互官员挖进行政院长苏贞昌。向来国民党团嘛提案，要求蔡英文总统去立法院报告，议会决议，政府议托，交互朝野协商。苏贞昌报告的时阵强调讲，开放美国猪肉、牛肉，关系到台美贸易、甲国家经济利益总体战略。蔡英文才做出这个困难的决定。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经贸谈判却因为美猪美牛的议题，成为彼此深化合作的障碍。因此，我们一直希望勇敢跨出这一步。苏贞昌伫蒋万安质询的时阵，询问蒋万安敢有食过美国猪肉，刷来两个人就一句来一句去。你有吃美国猪吗？院长，我现在来质询你，我问你，你就不敢回答嘛？我当然吃，但是我不会。当然吃，所以院长，你有出事吗？我不会吃猪肉，吃这么多的美国猪肉。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嘛大力批评。时代力量强调讲，这个政府以行政命令，敢若公告7天，无符合移告期60天的规定。民众党批评卫福部自头至尾拢无参加相关的公听会，根本是藐视国会，要求政府甲美国做对等的谈判。挺起肩膀，挺起腰杆，跟美国之间进行正常的、对等的、有尊严的谈判。会逐步检查，然后做到100%的边境检验。那检验的能量在哪里？又如何做这个逐步的检验？面对在野不满抗议，苏贞昌强调讲，开放美国猪肉、牛肉了后，一定会严格管理食安。明年1月份开始，猪肉甲加工品要清楚标示原产地，若无标示会罚300万，若黑白标示会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的健保。根据到健保署的统计，健保财务已经连续3年拢了钱，去年搁再了266亿。就健保会代表提案讲，建议政府就要针对美国肉品进口设一个食品安全健康关，扣寡钱予健保使用。这提案伫咧后礼拜也进行讨论。明年开始有来客多半的美国猪肉，甲30月龄以上的美国牛肉，拢会当合法进口来台湾，引起民众食安的疑虑。那是因为安尼怎来治病，可能会加做健保的负担。卫福部健保委员会有负责者代表提案，建议政府开定食安健康关来做健康安全准备金。这嘛是食安健康关头一个加做公部门正式讨论的议案。如果是食安的问题造成健康的疑虑，那最终会造成因为吃了这些食物以后，老百姓比较容易生病，生病的结果当然是到医疗机构去就医嘛。那当然相对的，它就会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啦。不过消基会代表嘛是健保会委员之一的吴英达说反对，伊认为食安健康关无像分品健康关有明确定收的对象，选择食薰甲无食薰，民众是有选择权。不过开放美猪美牛是政府决定的，民众敢会当接受。而且若是对进口商来扣税，计销一定会提悬，成本会转予消费者，这嘛不公平。老百姓来讲，他是一个被动不知的情况之下受害的，他没有一个选择权的哦。所以这样的一个课征食品安全为这个食品安全捐的部分来讲呢，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课征是对我们的民众来讲也是不公平的哦。因为健保财务已经连续3年亏损，去年的亏损更增加到266亿，甚至是安全准备金可能嘛无到1.5个月。今年底面对保费要起价压力，针对健保会委员的提案，健保署表示尊重，但后礼拜5日是健保会开会时阵才过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司法部日前要起诉5位中国骇客，以及2位马来西亚的生理人，是因为因侵入100外间的企业，台湾这边也有人受到因的伤害。调查局长伫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证实台湾中油等等的企业也有受灾殃，是台美合作才会当顺利抓到人。汽车开入加油站，真大告示牌放伫车道正中，提醒民众网络各种暂停路卡、接力卡、悠游卡拢无得使用。这是台湾中油在今年5月因为网络系统遭到恶意停息攻击，通讯系统出现无正常。而中油18也证实，当时遭受骇客入侵，内部资料一度遗失。这个骇客也是潜伏非常久，那他本身潜伏了以后呢，就伺机取得你一些管理人的权限。整个过程也有一些资料就变得是说，因为被他整个影响到，那甚至有一些资料的丧失，那还好整个都有异地备援的系统。
中油表示，当时受疫情影响，部分员工伫厝上班，也是异地办公，开放因会使对外部处理系统授权，甲公司内部资料进行交流。不过，网络直播公司防护网保护 A 造成骇客入侵，即阵这个骇客集团将有抓到了。那这个 APT41的骇客集团，主要的几位这个涉案的都是中国大陆的人士，那里面也隐藏的这个中共的这个背景。调查局表示，骇客集团就是美国司法部16宣布起诉5名疑似 APT41的中国骇客，甲2名马来西亚业者，因在中国四川成立成都数控数的网络安全科技公司，加以美国当作中继站，涉嫌在中国政府当作唔知之下，害侵全球的政府机关、科技甲核实者单位。即摆在台美双边合作之下，成功对着这个骇客集团。The cyber threat is not a problem that any one agency can address by itself. So central to our strategy is the role FBI plays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We will continue to collaborate with trusted partners like MJIB as we endeavor to combat cybercrimes. 另外 ，FBI 驻台官员表示，即摆破案关键在于 FBI 甲台湾调查局的密切合作，未来也继续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记者综合报道。美商迪士尼集团所经营的台湾 Fox 体育台，因为长期的了钱，有风声讲要退出台湾市场。下晡因也发出声明表示，有打算要停止伫台湾的 Fox 体育台。我们星期五晚上9点再会喽，晚安，拜拜。无论是体育新闻节目，还是 NBA 美国职业篮球、MLB 美国职业棒球，甲日本职业棒球，迪士尼集团旗下全部运动比赛 Fox 体育台伫咧台湾有真侪收视好。毋过即马传出因为单日了钱，包括 Fox 体育台2台甲3台，年底进前要退出台湾，而且规个亚太地区嘛要放弃经营体育台。他认为亚太这边假使不赚钱，他当然都会离开啊。我们还没有接到，那这边假使说他有上架到有线电视系统的基本频道，他就要按照邮广法29条来申请。事业的那个计划变更。伫咧台湾拍拼真侪年 ，Fox 体育台是福斯国际电视网伫咧亚洲区营运的体育频道，原本号名做 ESPN 卫视体育台，因为迪士尼集团2012年7月份甲 ESPN 频道所有股权卖互福斯娱乐集团。2013年改名做 Fox 体育台，去年3月份，迪士尼佮并购21世纪福斯大部分的子公司，其中嘛包括东南亚 Fox 体育台系列频道所属的福斯传媒集团，所以 Fox 体育台佮一届重新登记迪士尼的旗下。因为全世界收视习惯转向网络平台，迪士尼伫咧并购了后，渐渐整理旗下了钱的频道，目前旗下台湾所有体育频道拢是亏损的。18下晡，台湾 Fox 体育台开内部会议了后，发出简单的声明证实，有计划要停止 Fox 台湾体育台伫咧台湾地区的营运。根据台北市劳动局的了解 ，Fox 传媒台湾分公司伫咧台北市劳保投保的人数超是150个人左右，到目前为止还未接到任何租客也是大量解雇的通报。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今年雨水有较少挂，风台阁无来，水库的水位一直咧落，亲像詹文水库、石门水库甲翡翠水库，目前的低水率都落超过5成。虽然水利署强调讲10月底进前，工业用甲生活用的水拢无问题，不过南区的水资局也烦恼讲，南部若阁再无落雨，就会影响到明年的早冬潮啊。已经伫要到秋天的季节，降雨量是愈来愈少。根据中央气象局的预测，未来3个月9月份至11月份，全台湾落雨的几率无超过5成。佮加上真旱季，风台拢无来，全台湾重要的水库水情是有警报，有效蓄水量确实比用过较低。监控所有的水源，它总共开了5次的水警会议，台中以北到我们的这个新北市地区，灯号发装为绿灯，要加强节约用水。毋过水利署表示，针对水情无感觉真悲观，强调讲透过监控水情调度闭源，10月底进前会当确保工业甲民生用水无问题。毋过水情真紧张，到18下晡3点，北区水库、石门水库、翡翠水库有效的蓄水率拢无到5成，面体水库无到4成。若是南区水库、詹文水库嘛，敢若剩4成。南区水资源局烦恼讲，若是下半年落雨量继续无乐观，可能去影响到明年的早冬。如果台风一直没进来的话，我们明年的一期作就会受到所谓的影响。一期没有那么多的话，
那一起做所公关的范围，我们还会再去检讨。根据气象社群北大分析，2003年到2020年，单年9月16号丰城重点水库抽水量，发现2003年是水量上低一年，隔当年2004年就发生大扩大，造成65385公顷的农地停灌休耕，损失26亿。若是今年的水库存量创17年以来上低，甚至是比过去17年的平均值减去30%。认为讲今年的水情甲2003年迄当阵同款，差不多是同款严重的程度。目前来看的话，还不至于干旱。9月、10月其实还是有台风发生的机会。然后，纵使台风没来，已经有秋天锋面了，有时候也会有共伴效应。秋天的时候也会降下蛮大的雨，所以我觉得是审慎，但是不必悲观。水利署强调讲，10月份特别进入大水期，呼吁全台湾的民众，好天就要积极来量节约用水，特别是北部地区、桃园、新竹、新北等等，工商业真发达，用水量较大，节约用水更较爱落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埔里，有民众带孙去到朋友因兜佚佗，却去互朋友因兜的狗攻击，家囡仔规身躯伤。就有动物训练师认为讲，可能是狗仔社会化不足，才用攻击来保护家己。囡仔是大声骂吼，就算伊妈妈抱咧，嘛真恶安大，头壳包甲安尼，原来是互狗夹着伤。他伤口比较深，所以说头皮化开，下面就是颅骨了。这个查甫囡仔去互狗夹甲规身躯全伤，尤其是头壳有5个较大的空喙，互厝内的人是真唔甘。17暗时，姓黄的民众带一岁5个月的孙去朋友因兜佚佗，朋友饲的狗原本是真温顺，却雄雄无代无志去攻击这个查甫囡仔。经甲狗踹掉，把囡仔按掉咧，结果规个拢已经头壳拢破了。第一次发生，所以我们对他也是很抱歉的。尴尬的就是这只米克斯犬，主人讲已经饲8年啊，平常时啊拢真温顺，想袂到这个查甫囡仔要挖过家门的时阵，却雄雄嘎。针对意外，双方表示愿意和解。那动物训练师讲，狗仔雄雄出现攻击的行为，是因为因社会化的程度还无够。他可能对家里面的人都觉得是好人，但是外面进来的人，他可能觉得不 OK， 有可能会出现保护性的攻击。他可能只看过正常的人类，他没看过小一号的，像小朋友。训练师讲，狗仔长期无社会化，较会产生排他性，警戒心嘛哪悬。若拄到甲家己的认知无共款的人或者是代志，都会有报复性的攻击行为。另外，狗仔就算有人饲的，甲外人接触的时阵，也是有戒心。不过，若要甲狗仔互动，嘛是有方法。伸手背给它稳，如果没问题的话，过来之后再把手放开，再去摸它的头。训练师表示，爱先得到狗的信任，才会当进一步模拟分属其他的所在。不过，亲像是喙边、耳仔的内底是，或者是巴肚，拢唔通要无真实的时阵，就乌白甲摸。另外，雄雄的动作或者是声音，拢较会互狗仔感觉紧张，应该爱尽量避免。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卫生局伫初时接到通报，讲成功岭内面有9位新兵出现身体无爽快的情形。经过检查，有8人是出水珠。军方也表示讲，有各样的这兵仔是放假了后对因兜当军营才发生的，认为毋是伫咧军营内面染病的。成功岭集军团的100空四旅传出讲，若像少年所发生水珠感染，89月7月底任务的自愿役新兵。伫咧9月初休假期间，传出身体无爽快。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拄初时接到病院的通报，累计到10时已经有9位新兵，其中5个人住院，4个人居家隔离。共有9名这个病患，经过就医之后呢，有8名确诊是水痘，那有1名呢确诊是带状疱疹，有4个呢在当下有水痘症状的时候就已经回家休息，那有5名目前在住院隔离当中。台中市卫生局表示，成功岭营区这个月初1、13甲14小连续通报有疑似患者，目前确认有8个患者是滴到水珠，拢无登去营区。目前除了要求所有人员加强健康管控，卫生局嘛继续监测3礼拜，确认无新增加患者才会当解除。若是陆军集军团表示，这挂新兵拢是伫咧休假回来营区了后，才发觉讲身体无爽快，转来去予医生看。寝室的打扫都是由他们接触的这些人自己打扫，那量体温呢？就由他们这些人量体温，那一般健康的人就不会让健康的人再到我庄山得水痘的地方去做打扫啊、活动啊。集军团表示，除了加强自主管控甲量体温以外，为着避免感染扩大，包括患者活动空间、甲困的房间，拢采取独立消毒甲管控，嘛袂请无接触记录的人去摒扫。若是这挂滴到水珠的兵仔，嘛拢无搁登去营区。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人讲水火是无情。二级飓风雪莉16日墨西哥湾登陆，公风暴雨也传出一个人受伤、一个人死亡的灾情。飓风雪莉往北行，威力也降低啊，变做是热带性风暴。不过雨水犹原是真高，所经过的所在也拢全部变做是江洋大海。美国南部墨西哥湾附近的几个州，17有袂少城市的车路拢淹水。二级风台沙莉的风雨，伫阿拉巴马州、甲佛罗里达州扫过的所在，路边的树啊是规个互风雨挽起来，供电系统嘛受到损害，溪水嘛涨起来，真侪所在拢淹水。Jack said, "You're ruining my door," and I said, "It's ruined anyway, Jack." We were just scared, and Jack said, "Well." We'll just go back in the attic and stay there. And I said, Jack, I don't want to die in the attic. 为卫星的相片，看阿拉巴马风台前后的景象，会当看到沙莉飓风的威力。伫阿拉巴马州阿兰治海沙坡东边48公里的潘萨克拉市，4点钟内雨就超过762米米，等是4个月的总雨量。市区的水是接到1.5公尺悬，还佫出现破纪录电流的现象。港口一只无绑好岸的船啊，因为影伤大，去弄到港湾大桥。桥受到严重的损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这个做大水的规模是真罕见，主要是因为飓风行了真慢造成的。沙莉伫海岸线5几点钟久，嘛落袂少大水雨。17，沙莉为2级飓风降做热带风暴，不过飓风中心警告，风台即马往北平行，南北卡罗来纳2个州拢会落大水雨，预估雨量会达到254米米，可能阁会有加雷亚风。沙莉是今年大西洋第18个热带风暴，嘛是第8个侵袭美国的飓风。目前大西洋的空袭，还阁有3个热带风暴，数量真侪是真罕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总统大选，唔那候选人伫咧车拼，伫对抗中国部分两大党也是无要商量。共和党伫众议院甲参议院先提出拍败中国法案了后，这个败民主党伫参议院另外提出一个版本，甚至为着要占赢面，双方也阁伫咧比较讲，啥人比较较认真伫咧对抗中国。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团队法案提出来声明当中指出，这个当版的法案重点放伫咧强化美国医疗器材供应链、支援5G甲人工智慧等等的新科技发展，而且处罚中国所谓抢夺性的经济行为。法案嘛要求美国政府促进中国伫美国的教育文化机构更加透明。Unfortunately, during the last 4 years, the Trump agenda has served to only empower Chinese aggression, weaken U.S. influence.and fail American workers. 民主党指控川普政府打击美国民邦，和美国在面对中国时阵是较弱势，针对各方指控甲中国共无安看新冠病毒资讯，大项拢甲伊配合的世界卫生组织。民主党嘛主张美国应该重新加入，才当恢复美国伫世界领导地位。川普同一个时间伫威斯康辛州替选战来造势，批评民主党对手拜登伫参议员啊个副总统的任内支持对美国无公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支持中国加入去世贸组织。最近这个月佫真侪届发言，为何甲执法单位对抗的民众，才是真正伫打击美国。Biden wants to surrender our country to the violent left-wing mob.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If Biden wins, very simple, China wins.If Biden wins, the mob wins. If Biden wins, the rioters, anarchists, arsonists, and flag burners, they win. 其实，伫中国继续以军南军机射台湾，而且以军演骚扰台湾的时阵，美军嘛以实际行动出现伫咧台海4颗维的海峡，甚至是挖进中国伫咧南海的人工岛，而且嘛落实台湾旅行法等等的优待法案，派遣包括卫生部长阿扎尔、国务次卿克拉克来台湾。另外，美国司法部长鲍尔嘛捌主张，由美国政府甲欧洲科技厂商的5G技术买落来。阻断中国华为伫咧美国布建网络工程，最近嘛呛声禁止中国软体抖音，目前较希望由美商甲抖音伫咧美国的事业买落来。上尾是谁买去？川普去威斯康辛进前就表示，真紧就有答案。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一位罗西亚反对派领袖拉瓦里伫飞机顶头中毒昏迷，当时伊的部长也发表影片，表示拉瓦里还未上飞机进前伫饭店就已经互人下毒啊！后面国家也希望讲国际就要做伙调查，不过罗西亚政府也讲这分明就是照地发挥。
这是纳瓦尼团队17日 IG 发布的影片，而且注明翕的时间是8月20。纳瓦尼中毒了后的1点钟，地点伫桑德饭店纳瓦尼的房间。Если вы что-то хотите забрать, через полицию, мне сказал директор сейчас. Ну,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можем подчиниться этому требованию. Бутылки никто не трогал руками? Нет. 图文内底讲，团队的成员迄当阵甲房间内底的矿泉水罐放伫落甲底，交互德国的医生2礼拜了后发现讲，罐顶悬有毒剂诺维乔克，嘛已经知影纳瓦尼是伫离开旅馆的房间要去机场进行毒防下毒，也若禁止化学武器的组织 OPCW 表示，伫咧柏林政府进行提出检验的请求之下，纳瓦尼疑似神经中毒的化验报告就会出来。后边17通过一份甲这个案件相关的无约束力的决议，呼吁各国会当做伙合作来调查。It is time to stop Putin's impunity. It is time to impose broader sectoral sanctions. О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сти дать упомянутому санкционному режиму имя Навального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как. 扎哈罗娃嘛批评德国，无甲纳瓦尼的化验分析，甲其他的医学报告和俄罗斯来分享。德国军方一经实验室确定致死纳瓦尼中毒的诺维乔克，嘛捌用伫咧前俄罗斯商民间谍克里斯帕尔身上。纳瓦尼目前正咧复原当中，而且前2天有伫社群媒体曝相片，伊讲复原了后会回去俄罗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致使着中国武汉要到3900人死亡，就中国的民众拍算要告政府暗砍疫情，而且有几多位受害者的家属出来相挺，想要到中国的法院竟然无要立案，就律师表示讲，中国政府可能用和解方式来处理。提出后生在世时阵的相片，60多岁妈妈也是讲甲后更低，因为伊30多岁后生今年1月底不幸感染新冠肺炎，迄当阵病院的人真济，佫无检验的工具，全去互寄住伫咧外口，一直到发病2礼拜了后，才总算会当入去住院治疗。啊，毋过落尾因为呼吸衰竭，转来过身。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真的，我也不知道他死的临终的时候是怎样的难过。他喊了妈妈爸爸没有，我都不知道。这款的案件伫咧中国武汉是真济，张海爸爸嘛是伫咧武汉的某一间病院治疗其他疾病的时阵，去用感染死亡，而且伊嘛开先例，正做头一个来告政府暗砍疫情的受害者家属。后来佫有真济家属提出集体诉讼来控告武汉政府，但是前日张海煞收到法院通知，无要立案。他们也知道，如果给我立案了，后面会有无数个家属来起诉他们。政府他的压力非常大，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政府会跟他们，比如说协商去怎么去解决。维权律师表示，新冠肺炎致使武汉有约3900人死亡，欢迎驳回诉讼。当然是透过简单的电话通知，不是透过合法的官方书面解说，看起来是为着避免用书面来问，所以律师嘛判断，中国政府只有可能以电话和解方式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电影《真人版的花木兰》，目前伫咧香港加韩国的电影院等咧播送，啊，毋过这个票房有影是真歹，是因为电影当中的主角刘亦菲加甄子丹，捌伫香港反送中事件表态支持香港警察，也引起民众要发起抵制活动。电影《花木兰》女主角代替父亲出征杀敌，看起来向前战。现在当地咧香港、南韩就此样送。不过电影的最后演员刘亦菲、甄子丹在香港反送中的时阵，捌在社群媒体公开支持香港警察。剧情当中，佫有真侪伫新疆刘解营处境的画面。片尾字幕佫特别向新疆当局说谢，所以互支持民主运动的民众发起抵制行动。至今票房依然是真冷清。跟住佢嗰個取景啦，拍攝嘅取景啦，又喺新疆喎，咁都有一啲人權啊、政治嘅因素咁樣咯，覺得唔係咁好咯，唔會支持咯。再跟住佢哋將成個故事嘅歷史都改變晒，已經唔係嗰回事咯，所以我覺得冇乜意思咯。在眾人抵制之下，劉亦菲的電影海報互網友改做頭地鐵無愛香港警察模樣，英文的電影名互改做謀殺。根據香港出名的戲院旺角百老匯統計，花木蘭的票房單只剩1/3，比同期的香港電影《賣路人》票房佫少2成。除了香港，南韓在電影就此放送時，也有民眾自造看板，行去到商場門口口，呼籲眾人抵制。
문란 자체를 국가 폭력을 용인하는 콘텐츠라고 생각을 하거든요. 그래서 이것들을 소비하지 않겠다고 선언하는 것이 이제 최근에 말하는 윤리적인 소비. 그리고 이제 우리가 민주국가의 시민으로서 이제 민주 시민으로서 그 역할을 다하는 것이라고. 虽讲目前的票房冷清，有部分的民众认为看电影是为了享受故事铺排、讨棒压力。再讲电影本身也无表示支持香港警察的立场，无应该去牵连到政治。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美国猪肉被进口的问题，农委会有提出100亿的饲猪基金，伫今仔日就公布8大用途。农委会表示，头起先爱先稳定国内的猪肉价销，也要辅导饲猪产业转型甲升级。另外，也针对着新型设备的补助，上悬会当补助到50%。中秋节就要到啊，无论是月饼或者是烘肉，拢会用到猪油或者是猪肉。照理来讲，猪肉的价销是会愈来愈悬。不过，前8月底，政府宣布明年开放进口300种的美国猪肉，平均拍卖的价销就以1公斤80块开始直直落，一直到今，敢若剩差不多71块。等明年开放了后，价销敢会阁一直维持？农委会表示，100亿的基金运用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要稳定猪肉的价销。最重要的就是未来的时间都能够维持在猪价70块到80块这样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市场。如果过剩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协调台糖的猪能够减少1000头，我想这个整个价位就可以维持稳定。农委会初步规划100亿的基金有8个用途，除了稳定猪肉的价销，嘛用伫饲猪产业的升级，甲辅导饲猪场买新型的设备。加强垃圾水的处理，补助会提供到一半。另外，100亿的基金其中一个用途，包括台湾猪肉国家队，要让未来唔若进口美国猪肉，嘛要甲台湾猪肉销出去。国家现在都有口罩的国家队，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有养猪产业的国家队？那我想我们应该把台湾猪当成这个西班牙伊比利猪的这样的品牌来推。这个钱是要为倒位来？农委会表示，会由政府的特别预算来供应。饲猪业者的代表讲，希望钱会当用伫有效用的所在。若若相关的细节，还阁会当继续来讨论，让大家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新的劳保年改会互劳工逐个月领的退休金减要到3成，却引起民众反弹。劳动部长柯明春伫昨表示讲，劳保年改草案按算伫年底就会出来。不过，劳动部伫昨暗8点外却临时宣布冻点，强调讲劳保年改的详细规划无限当时就会出来。劳保基金预计伫咧2020年破产，年金改革的时间是愈来愈迫。劳动部长柯明春讲，就算红丝头路嘛，就爱做。不过最近推出改革了后，劳工的月退金会减3成，伫咧网络引起反弹的声音。这礼拜劳动团体去劳动部抗议。17拜四，柯明春才表示，劳保年改的草案按算年底就会出来。不过暗时，劳动部紧急用书面的方式宣布会暂时冻点。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劳保年改的问题，我想昨天晚上劳动部的这个新闻稿已经说明得很清楚哈。我就不再多说明。部长，因为民众看不到新闻稿啊，就还主题馆要开，可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那是草案就停摆了吗？谢谢大家。你不是说？柯明春面对媒体，爱大家去看劳动部的新闻稿，就赶紧离开。不过新闻稿敢若短短啊，写讲最近社会对劳保年金的改革意见真无共款，所以规划暂缓，目前并无任何具体的基程，嘛强调讲政府一定会负责任，请大家爱放心。政府对劳保一定会负最后的给付责任，请劳工朋友放心。政府若无倒，劳保就袂倒，这你放心。劳保年改雄雄大动啊，学者认为讲，确实会当先停一下，收集劳资的意见。不过相信讲，年改要是袂当拖伤久。这样的话就不妨劳动部就利用这段时间做两会的方式，今天劳方的意见，这个东西但是拖也拖不了太久了因为这个马上就连基金都要建，越拖延越久，未来的改革幅度就会越大。外界认为讲，目前执政党当面临着开放美国猪肉300种，甲健保规律调整等等的议题，劳保年改，就连民进党的民代嘛无一定会支持，因为安尼无愿意阁开新的战场。不过学者表示，若拖愈久，改革幅度就会愈大，嘛无愿意看到劳保年改一直拖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有人讲，拆家状元才就是安尼生啦。有一位姓王的网页设计师，利用家己的才能，写网络程式去收集台湾的色情影片甲影像。这5档以来，就收集130万张的相片，甲1000多个黄色影片。高雄的刑警大队除了甲这位姓黄的嫌犯抓起来，目前也正在追查这寡影像的来源。色情网站看到真侪女性性爱影像，其中包含未少高中生家己翕的，也是互偷翕的相片。高雄市刑大接到台湾电视协会通报，15号台北市上山区一个办公大楼搜查，现场抓到假设网站的姓王的网页设计师，并且伫网站的资料库内底查到130万张相片，加1500多部色情影片。未成年的少女这个部分，应该是说她都是在各大网站里面去搜寻的，所以要知道来源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警方调查，信用嫌犯在有名的收查营前公司担任网页设计师，在104年写一个自动化收集程式。拄开始只是练习家己的相关技术，并且以个人喜爱甲色情网站的色情影片下载到家己建立网站。后来为了支付托管主机费用，涉嫌对2019年1月开始向会员收每个月100块的会费。一年来收到30万块会费甲广告费，并且累积16万名的会员加入。在别人要追踪我，或者是会追踪我的账号，或者是加我的好友的时候，我都会先确定他是我认识的人。警方表示，散布小女色情相片已经违反刑法甲小法规定，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并科大票500万块。警方已经查考网站所使用的名，会继续追查色情影像的来源。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是会好奇的，当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对自己是有好奇心的。现在的孩子是会透过手机拍摄下来，传到硬碟啦，或者传到云端啦，或者是等等的各种可能性，它就有比较多的机会会有外流的风险。台湾电视协会提醒，随着现代科技普及，上网影像翕相愈来愈简单，若爱提防网络诱拐，学生在使用社群网站时，嘛要注意家己的私密性，详细评估影像是不是真正有必要留伫网络顶面，加一码小心，才可防止有心的人不当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金山区公所民册管理者陈家伟，顶过日测试伫家中雄过身，证人也怀疑讲伊是过劳致死的。市政府经过调查，17日认定讲陈家伟是因为公务死亡。新北市金山区公所的 FB 编辑陈家伟，才29岁，顶个月测试伫咧厝内过身，引起社会注意。因为伊先前做新闻联络人，负责新闻联络甲 FB 管理业务正无闲，加上质疑伊死亡原因是甲过劳有关系，希望市政府能调查清楚。新北市政府甲专家学者做审查小组进行调查，伫17结果出来，认定陈家伟是因公死亡。这个我们尊重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那一切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为准。校友谊强调尊重调查结果。审查小组表示，陈家伟的死亡原因是因为破病过身。经过3遍的会议，调陈家伟出入公所的记录、通讯软体记录，同时审查伊先前工作情形、就医等相关资料，做出决议，认定是因公死亡。家属讲，政府肯定陈家伟先前努力持证工作，不过因上关心的是陈家伟是不是过劳死亡。对他有很多是没有打卡的，就是譬如说6日他跟着去2条行程，那他不可能先进区公所打卡嘛，他甚至可能他的行程是外部的行程，或者是整天都在金山的外面。我想委员会也会就这部分再做深入的了解。是不是造成过劳死亡，将会交予劳动部劳保局认定。新北市政府讲，陈家伟因为执行任务进前的事先准备，也有事后的整理，造成伊发生疾病。符合行政院甲所属中央甲地方各机关要求人员雇用办法，会比照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予以抚恤金50到60万。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长陈国温17暗时向宣布要辞职。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伊要辞职的原因是个人的家庭因素。不过，国民党却认为讲是立委陈玉珍去到东山岛考察所引起的争端。海巡署署长陈国温伫17号突然间传讲已经请辞迄阵，因为消息正突然引起外界关心。陈国温请辞
海巡署发简短声明，讲是因为伊个人家庭的原因，申请提早退休，未照顾厝内人。记者打电话给陈国温，掩过无联络到。就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证实，已经接到陈国温的书面辞呈。陈署长的书面辞呈讲得很清楚，他是因为家庭因素。陈国温辞职的原因，和大家伫咧要，甚至传讲因为顶级的长官无听，也个不和行政院长苏贞昌骂。也过有国民党立委认为，主要原因是今年8月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去东沙岛考察的事件。对此，陈玉珍出面说明，认为陈国温是被清洗。本人排这个到东沙考察，有人放话说会影响官兵休假，海巡署出来说了真话，说了实话，说事实上这个早就这个时间是不会影响官兵休假这样打脸了这个国防部嘛，所以听说高层因为这样很不悦哈。说东沙的部分，其实主责是国防部，并不是海巡署。那目前海巡署在最近才刚破了大案，至于他请辞有没有其他的原因，目前我没有看到。陈国温中共警官学校44级毕业，2015年接警政署长，2017年调国安局副局长，2019年离家转海巡署署长。也个北加高雄市县大最近查到重大走私毒品加私分案，做一年7个月，伊是正罕见有跨警察、国安、海巡三大系统资历的首长。另外，海巡署也讲，陈国温伫咧辞职了，并无去民间公司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保护全乌礁海洋保育的基金会，甲东部的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伫东海岸放真侪鱼仔。这款鱼仔囝拢是全乌礁生态系接看到的钓鱼科动物，也希望讲生态赶紧恢复。成功电国小的学生，大家排几排，甲这一桶一桶的沙乌礁鱼仔，送到基会渔港放流登去大海。这是海洋保育甲渔业养殖基金会甲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合作的放流鱼仔行动。这次放流8000多尾摩洛加雀鲷甲欧虎雀鲷鱼仔，拢是东部沙乌礁生态系定定看到鱼。对全湖的成长贡献正大，是海渔基金会推广放流的鱼种。那他们就是会吃食这些珊瑚礁上面的一些藻类，那就是帮珊瑚礁做一个打理，那就是有助于就是新的珊瑚礁苗可以在上面附着。不过因为这两种鱼和人类大量掠走了，数量愈来愈少，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经过几多年人工保育研究，已经会当用人工繁殖，第一遍把人工繁殖的鱼仔放登去大海。或许在这边它也有开始产卵了，对。那这些鱼种在当地这边，如果它可以形成一个群落的话，对当地一些资源还是有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事情。海渔会强调，正确的生态放流需要经正确的鱼种，在正确的时间点、正确的地点放流，这能帮助恢复当地海洋生态系。尤其是今年全湖白化了的生态恢复，更加需要关心全湖礁鱼类加沙乌礁的生态系平衡，掠鱼唔通搁再掠过头。记者综合报道。对昨透早开始，伫高雄鸟青就民众闻到臭味，向环保局检举了后，落尾伫鸟青的中正路找到一间仓库，业者是甲有臭味的化学废弃物藏伫仓库内面。环保局也先甲这块废弃物清走，检察官来到现场勘查了后，也依照着空污法以及着废弃物清理法，甲业者罚钱。这个所在真歹味，检测人员挂全大色的防毒装备，为门旁下骹监测气体的高度。鸟青区中正路这间工厂做的时阵，业者以藏物件的名义来申请，刷头厂边牺牲一剂化学原料，明显已经违法。1点多就有违法的业者用货车带进来倾倒啊，这样子啊，已经20几个小时了。刺鼻，然后恶心，现在是感触最深的是这样子啊，那也晚上也没有办法睡觉。附近居民表示。14点半，因就听到物件车倒的声音，3点奇怪气味开始闻出来。唔但鸟青区，连附近的凤山区、三明区嘛闻到这个臭味。透早环保局就接到几件民众的陈情，中昼开始做气体的检测，到暗时得到地主的同意了后，甲仓库开开，发现内底放30个丙烯酸1酯的桶仔，佮有160个细卡桶仔，内底底油泥，也佮有101个大卡桶仔，内底是无爱的细胶回收物。先喷洒木屑，撒木屑，然后用吸油棉把这些露出来的部分先吸附掉，那甚至用帆布把它盖起来，让它异味减低。那最后也把仓库的门把它关下来。这是有皮的，喷它。不明啊。
规暝臭味引起民众的不满。几个民众去仓库喷油漆抗议，桥头地检署检察官嘛挂防毒面具做清查。另外，环保署稽查人员表示，丙烯酸一酯并不是有毒的物件，不过人若闻到，身体嘛是会无爽快，会以空污法甲废弃物清理法来裁罚，上悬会当处53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做人若用心，乌土也会变黄金。伫云林县无粪扫焚化炉，逐工所生产的320栋粪扫，除了抬起来，也委托外县市家烧掉。即马云林县政府也要推动零废弃物资源化系统，逐工会当处理150栋以上的生活粪扫。云林县因为无焚化炉，逐工全县产生超320栋的粪扫，其中80栋是由有待垦场的乡镇来处理，啊，毋过130栋的粪扫需要靠外县市来烧。为着要增加自主粪扫处理量能，云林县政府今年编5800万，设立零废弃资源化系统，伫咧9月中正式启用。精进型的 MT 最主要的话，就是说我们有经过了一些物理处理，还有后面的生物的干燥的一个处理，因为垃圾进到我们处理厂进来，那它将近还有30%几%的一些厨余的部分，那这些厨余的部分呢，经过我们的干化系统，它还是可以把它变成比较低阶的燃料棒。分管府表示，这套零废弃资源化系统会当甲粪扫35%至40%做废料物衍生燃料，会当专门去工厂做鼎炉辅助燃料，剩落来废料控制伫咧17%以下，会当做大坑场伫砍的土，暂时缓解云林县粪扫气化的困境。分离分析以后，它成为有机物质，所以在整个垃圾善循环的处理当中，可以完完全全做资源回收再利用。那一天呢，处理的量可以到150吨，甚至我们如果继续要求的话，可能也可以达到200吨。云林县环保局表示，目前全县暂时封存的粪扫总共93000栋。伫咧还未引进零废弃资源化系统的时阵，逐工拢有110栋的粪扫无法度气化，干会当囤伫咧粪扫场。即马启用了后，逐工会当处理150栋的粪扫量，互新产生的粪扫有通处理，而且甲已经包起来旧粪扫处理掉。希望会当向无需要搁委外烧粪扫的目标来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的人囝生少，学校的形态要做调整。亲像台南的9分啊国中小按算明年要招生，也因为学校的所在旧地号名号做海洋区，校歌也用海洋做主题，搁请金曲歌王谢明佑来写一首《高只海洋》，咱也做伙来听看卖。时间的飞，高只海洋委屈拉地。收入心土地。轻柔的歌声配优美的歌词，由9分啊国中小筹备处主任孔正元唱出这条台语歌。这条歌嘛是明年特别完工的9分啊国中小的校歌。那我想特别用台语来做这个校歌的创作，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说台南作为一个文化的古都，而且我们要体会先民。就是从台南出发，所以我们用母语台语来作为校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承。高只海洋利用海洋做吉祥物，结合9分啊旧地名海洋区，用外语组的曲调，呈现国中小甲幼儿园多元学习的特色，凸显校园当中活泼的气氛。这嘛是台南第一条台语的校歌。更较特别的是，这条歌是金曲歌王谢明佑亲身创作的。高只海洋有无彩的梦。那他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活泼，用圆舞曲这样的一个概念，让孩子是快乐活泼，然后来传唱这首歌，不会像是传统制式的一种，像在行军曲一样。我想这是这一首校歌，我相信未来孩子当他在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开心，觉得非常有意义。在咧少子化的影响之下，台南的人口虽然有减少，不过9分啊中卫区是新兴的地区，人口迁徙集中的时阵，也是爱满足地区性的需求，所以才会起这间新的学校。完工了后，是会符合9项建筑指标的生态校园，这嘛是9分啊鸡炭社区指标性的工程。即嘛搁配这条台语校歌，希望会当互囡仔伫咧新的校园内底快乐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假日时啊，气象预报也要报互您知影。
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5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透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好，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阿注意啦。咱今仔日要紹介的主題就是做穡。做穡漢字寫做做穡，羅馬字寫做知而做，思而穡，做甲穡攏是第4條。台湾早前是農業社會，大部分的人攏靠種田維持生活。唔只大家平常時啊，定有真濟甲種作有關係嘅代誌。即馬時代改變啊，這個台灣傳統技藝已經離住佇都市嘅人有略啊較遠啊。哦，這個真嘅哦。哦，謝。在台灣的傳統社會，牛是民眾上重要的工課伴。農業社會，牛甲人相依相偎，所以台灣的老輩真濟人無食牛。即馬牛肉麵、牛排這個料理，在台灣的時行，攏是較後來才有的代誌。有一寡台語詞是農業時代留落來的，即馬雖然有原有咧講，不過意思已經小可無同。親像小棒伴，本地是咧講吼，要捕田也是到掛伫我的時，住附近的人互相輪流去對方的田林鬥拍手，即馬變做互相幫忙的意思。還有穡頭，英過是咧講農事的工課，即馬用來稱呼所有的工課。像我即馬穡頭做袂了，又搁愛加班啦。甲做穡有關係俗語真濟，親像無貴袂出水，是咧講捕田的時陣愛記咧。來比如講吼，做任何工課，攏着先付出，才會有成果。也有一粒米百粒汗，形容做穡的成果。丟做穡，工課伴，小棒伴，穡頭，無貴袂出水，一粒米百粒汗。做穡人實在真辛苦，咱着愛珍惜送來到咱面頭前的食米呢。今仔日的大講一句就講到這，
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